What's up, guys? This is Sly, and it's the Taiwanese who teach you Chinese online. Unless you were born with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chances are you have needed to borrow money at some point. You might be good at asking your friends to spot you a few bucks in your native language, but would you be able to do the same in Chinese? Let's go over some useful Chinese sentences that you may have to use when you are in need. 我急需周转，我急需周转，我急需周转。怎么啦，兄弟？你现在可以借我5000吗？我在海关出不去，急需周转啊！什么？你在海关出不去？你还欠我6000呢？你先借我钱啦，我现在很急啊。可是你还欠我钱啊！重点不是我还欠你钱，重点是我现在急需啊。你真的有这么急吗？真的。好了好了，不过你真的要还我哦，我等下转账给你。好，没问题没问题。我爸生病，我爸生病，我爸生病。喂，哎，好久不见，最近过得好吗？还行啊，怎么了？哦，我爸生病得癌症，想要跟你借点钱，你可以帮帮忙吗？什么？你说帮什么忙？哦，就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就是帮我爸治疗这样？什么？什么？你说帮什么忙？这里收讯不太好。喂。这次真的要发了，这次真的要发了，这次真的要发了。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那只股票吗？什么股票？就是阿尼辣椒那只股票啊，最近有内线消息说会大涨，这次真的要发啦！你上次跟我借钱都还没有还呢，你现在有钱吗？有钱还不赶快还我？有啊，我有你的钱啊，兄弟，我这是带你一起飞啊！最近手头有点紧，最近手头有点紧，最近手头有点紧。兄弟，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方便跟你借点钱吗？你怎么会突然那么缺钱？好了，跟你说啦，我最近太常跟我女友去开房间了，开到都没钱。你就不要那么常去啊！啊，我就随时都能打破啊！前进，谢谢。我出车祸了，我出车祸了，我出车祸了。喂，哎，兄弟，我出车祸了，可以借点钱挡一下吗？真的假的？你还好吗？哦，我撞到一台进口车，我拍给你看。啊，干，这不是我的车吗？开车的是我朋友啊。哦，是你的车哦。啊，那不用赔，那不用赔了。哎，兄弟，自己人，没事，不用赔，没事。我要帮我弟付学费，我要帮我弟付学费，我要帮我弟付学费。最近真的很累。怎么了？我接了2份差，为了要帮我弟付学费。太辛苦了吧？你这样还够用吗？不太够，然后下礼拜就是缴费期限了。你可以借我吗？你弟其实可以申办学贷哦，学贷利率很低，而且可以出社会后偿还。不要看我没钱，谢谢。Most of us will need a little extra money here and there once in a while, especially when the circumstances are dire. But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Remember to be responsible with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return what you have borrowed without having to be reminded again and again. 林德福，什么时候还我钱？没钱啊，用身体付。就我想问你，现在手上多的可以靠腰，我忘记台词啊！干，我为什么忘记台词？什么股票？就是阿尼纳斯那。最近有内线消息说会大涨，这次真的要发了啦！你现在还有钱吗？有钱还不赶快还我？
有啊，我有你的钱啊。